感谢在讲师慈悲前道鞠躬，坤道鞠躬。各位亲人，就咱而家甲咱做两个报告，就是讲，咱无从有来甲咱准备便当，咱闭班了后，一人摕着便当，等于食中昼。第二点就是讲，咱闭班了后，将咱书会咱平安果，互咱摕等于食平安。咱今日班就到这结束。祝各位亲人身体健康，欢喜充满，咱做伙就闭班。今日新关山义和圣人好行单位84年度启会班圆满闭班，感谢上天慈悲，前道一躬，再一躬，三一躬，感谢点传师慈悲一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躬，坤道一躬，再一躬，三一躬。感谢点传师慈悲一躬，感谢各位讲师慈悲一躬。
咱做伙时间，向五体老母行30公里，前到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持驾前人1公，送驾点传师1公，坤道1公，再1公，3公，持驾前人1公，送驾点传师1公。他们，问。